叫爸爸、妈妈到公耕公归鱼，慢感啊！稍等咧，稍等咧，看要紧，所有的要来回答你的问题的人哦，大家拢牙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嘿哦，你要去什么所在？这个所在讲不清楚。公耕公耕你的头啦，是什么？关公，差很多。关公饭店，关公火车，好，我顶来吼，我叫爸爸妈妈到关公的果子，关公，关公的果子园，关公的果子园，慢感啊！关公啦，关公的果子园慢慢啊！我叫爸爸妈妈到关公归鱼慢感啊！龟鱼，归真贵，够鱼啊哟，龟子园啦，果子园哦慢感啊！哦，赞。爸爸慢的数量哦，爸爸慢的数量是妈妈的3倍，哦，我慢的数量是爸爸的3倍。哦，啊，妈妈慢10粒，请问我慢几粒感啊？